来，上尾一站。我俩跟你那个上来耶。来，吼，赞，带恁来吼，食一寡儿童时候吼怀念的小点心，顺手买一寡我们下去。哎，你好，来，这可以试吃哦。哦，给我们吃的。不堪吃耶。啊，我请你吃一个。那我再吃一个，太好吃，这个要贵啊。就好吃哎，谢谢。这是谁在卖？你在卖啊？你在没有？妈妈，哦，你妈妈在啊？你妈妈？哎，这就好吃呢。好吃。纯麦芽毛毛糖。那我可能我看成麦芽糖，什么叫麦芽糖？按它的那个成分不一样，是啊，对身体不同款。小麦糖跟糯米，然后去转换出来的，所以是无糖无添加。你讲这姜黄哎，这款这是姜了。姜黄对心血管好，啊，姜味，去湿滑，海盐对肝可能有帮助。啊，你这倒来是都有工厂啊是啊？我拢直接做，我家己种种麦芽草，啊家己吹米，啊家己烘安尼。一条龙哦。是的。是像那种恁。哎，阮爸爸啊，像刚才那里。哎，今晚有咧做啊？来参观呢。啊，那先来参观，先来购物，再来购物。哇，这胖的嘞，这样哇，今天是今仔是来看没有？哇，这大鼎大口罩呢。哎，这刚刚我虽然咧煮迄个碰糖赶快那个。差不多同款，但是阮这是纯的白牙。哦，跟较早无共，因为较早我可用梨山、就鸡粉，就鸡粉，嘿，早期是安尼，嘿，早期，即摆我是用纯的糯米，啊，甲麦芽草，啊，甲水三项的。哦，这个热麦芽是，啊，是咧用糯米的，因为糯米是温补，啊，温补才会当固气管，啊，才会当化痰。啊，囡仔来食会开鼻。阮တို့这纯白的吼，伊材料简单，做法嘛简单，但是爱有美感，啊时间足久的，产量足少。这是要好啊吗？这差不多啊，阮现在开始啊，6点就开始做啊，因为阮嘿，阮爱甲准备10个都爱浸好，爱搁吹，阮用迄个快木头有无？迄种去当去吹1点2点钟，吹好的时阵麦芽草，搁到吹好的准备落去。起落安尼。嘿，啊糖化5点钟，糖化好的时阵就袂黏手啊。糖化好就袂黏。袂黏手啊，伊的营养拢伫汤内底，啊，阮甲个破切掉，汤搁一直控，搁控调5点钟就变。啊，你讲迄个，你做一个爱12点。12点钟。啊，12点钟来讲，阮若做有加味的，还搁加2点钟。我叫是这大口罩是假的，知道吧？我叫是下骹是小啊，这香火啊，听茶，茶，这嘛茶。为什么要用茶？你不要用个茶煮起来较香。哦，所以煮起来味就是无共款。这古代人的地位。这厉害啊！这古代人的地位。自细汉就做这样。无，有一个一面交白帮出来一面。加好白帮出来。是交白帮出来。啊，食到遮好的麦芽，因为足感动的。啊，我一个朋友也是阮师傅，伊讲你来，我教你，无条件教我。哎，那对呀好啊，结婚啊。哎，对。啊，你爱做偌久啊？我安尼陆续就是交白帮出来，到将近要10年啊。我是老啊，机会才去接到这，感觉讲这个物件好，咱爱来做。啊，你即摆买一个土叶臭味搭袂？袂，这若火烧麦，这个拄啊看是拢炭。对。哎，就炭就是阮会倒熬。啊，你当时一直甲拉起，啊，一直甲拉起，安尼看是咧看啥物？就安尼看伊迄个啊甘的水分有够咱要爱无？吼。你是看讲伊若无滴，还是安那？看无滴。哎，这应该好啊吧？哇，好漂亮！特别好啊！出水了啦！特别好啊！来个试看看。阿妹。安尼阿妹啊？阿妹好。为什么？阿妹爱硬起来。你即摆搁甲过者，因为即摆炭有较贵啊。哦呀，要食一个正手工的麦芽，有影真正无简单，爱甲伊拼，爱拼来爱甲伊拼，系啊。来，即摆差不多好啊。即摆泡较大了。哦，即摆够较香。哎，好了。OK 啦，好不？会当一个啊，好。那就是麦芽糕。我食。系啊。我一嘴啊。好。你是咧食拉面啊？哎。黏掉，我了解你水黏掉咧。伊的口感真正参像蜂蜜。啊，不过我若是头拄仔一嘴蜂蜜弄落去，伤甜。伤甜。是。我咧食麦呢。
因为纯的白鸡是砂糖的甜度40%而已。可是看起来就好好吃。哦，这纯的白鸡咱来泡水吃，而且没有吃过要来白卤鸡猪卡，肉迪卡，哦，足赞的。啊，拢比较拢豆干。对。都这行的呢。要来试一下别行的啊。海盐，这是海盐。哎，咸的咸的咸的。哎，海盐好食呢。很提味。甘甘甘甘甘甘甘的呀，这去甘甘甘的。梅子的，哎，梅子味道，哎，有没有？哎，甘甜甜的，加。啊，你头头讲啊，姜黄。啊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口味。对呢，口感。做下面，做下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拢最养生的。是，对。啊，头哥，你头拄仔在内底讲什么胶北棒？哦，对了。哦，这就是个因缘嘛。啊，有一摆吼，我那是病毒，鱼规个拢浸水。我的鱼是浸伫水底，啊，规个袂喘气，去挂急诊，30分钟就去交配吧。第4天应该是爱再见了啦。生命监视器嘣嘣嘣一直叫，啊，就个囡仔拢叫来啊，差不多啊交代啊。慢慢第4天、第5天、第6天、第7天，才出交配吧。8点钟推出来，医院的长廊，阳光照出来，眼泪掉下来。我很难相信的，就拍相信咧。头家伊即马身体才勇行着，头拄仔看伊咧拉迄白安尼，伊讲话佫足大声，单体无阻力的。迄就是伊人间的功课还袂煞，天公伯还无要收的。啊，不过你这嘛算做功德，你看你甲好的物件吼，袂互大家来分享，啊，大家食了身体嘛健康。除了头家以外，因查某囝、家婿，是家口啊家族，一家口啊拢足支持的。我这个无像阮第3代，拄啊旁边迄阮第3代咧。哎呀，伊可以，对，恁囝哦，伊有姓你第3代哦。因为我是3代玛雅人哦。哦，伊讲伊家己第3代哦，家臭味啊，你即摆就第3代啦。哎，紧来紧啊，紧啊紧啊，后面个啊。